Welcome to 喜来登。来这边。明天还有什么行程？明天上午没有什么安排，下午有2个会议。如果可以，尽量把我的行程安排的满一点。是我尽量安排。对了，顾总，今天晚上还要给您安排其他的行程吗？不用了，拿几瓶酒到我的房间。哎。 等一下，苏妍希，西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出来散散心。我之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你跟锦溪的事情，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所以我决定出来走走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既然你自己也能想明白，那就最好。我们不会放在心上。谢谢你，魏夫。你这次到新加坡来，出差。祝你在新加坡玩得开心。魏夫，这么巧，我也住这层。许成，再见了。嗨，小姐，您这是有事儿吗？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不知道小姐这忙要我怎么帮呢？我是张叶达的人。恕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小姐您竟然是张总的人。张总，先进来再说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进来。哎，既然你知道我是张总的人，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？明白。千万别让我失望。
么要绑架我？你放心，我对你不感兴趣，所以你肯定死不了。我只是对你老公顾西城特感兴趣。你要利用我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在这段时间里呢，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就行了。当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如果你要是企图想逃走，我肯定不会对你做什么，但是我保证不了我旁边的人对你做什么。你想利用我威胁顾西城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是贺锦熙。你想用我，你想用我来威胁顾西城，根本就不可能，他根本就不会上当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贺锦熙，我也不需要顾西城做什么，他只需要接受结果就行。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，苏妍希？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不会得逞的！你放开我！一定要把他照顾好啊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他的任何条件都不允许答应。知道了。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的，顾西城不会相信你的，你放开我！南宫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男朋友并非是意外车祸，而是有人故意为之？对，那你知不知道这些资料是谁寄给你的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寄信人，也没有寄信地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